6月29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永遠都面帶笑容，有一種好獨特嘅親和力，亦都有一種好有魅力嘅領袖風範，永遠都好容易成為眾人嘅目光，成為焦點。你唔中意同人爭執，好多嘢以大局為重。你有藝術家氣質，亦都有敏銳嘅感性，好容易令人感受到一啲好靚嘅事物。你頭腦好靈活，重視邏輯，亦都有你自己獨特嘅見解，好可靠。但係就唔係好識得表達自己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好容易展現出天使同惡魔嘅雙重個性。對住你中意嘅人呢，你把口都會幾毒辣㗎。記得對住你嘅另一半講嘢唔好太過過火，以免收唔返啊。結咗婚之後呢，你會係一個好好先生、好好太太，但係記住遇到啲咩困難呢，都會同另一半傾訴，溝通係好緊要嘅。而喺性嗰方面，只要你肯將你自己心裏邊嘅諗法話俾對方知，你哋嘅關係呢就會更加緊密㗎啦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個人好聰明，頭腦好靈活，可以隨機應變，待人亦都有親和力，喺一個組織或者團體裏邊呢都好備受重用。你做所有嘢呢都好得心應手，係一個全能型嘅人才。如果可以發揮你嘅直覺力，喺藝術啊設計方面去入手嘅話呢，喺呢一個職場裏邊呢，你都可以發光發熱嘅。而喺財運方面，你對賺錢冇乜特別嘅興趣，但係可以好客觀咁樣睇到事物嘅本質。如果提供到一啲好嘅意見俾人，幫助到人成功嘅話呢，你嘅財運呢就會自然上升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嘅能力其實存在喺一個無形嘅精神空間裏邊，可以多啲運用你嘅直覺，而令到自己成長。記住一樣嘢，金錢亦都係呢個世界裏邊嘅物質能量，記得唔好輕視錢呢樣嘢，亦都要珍惜佢。咁喺呢個世界就可以真正獲得你嘅成功啦。